为了提供昆山科技大学师生系学生有影视相关的实务操作经验，在台南市长恩惠体见证之下，台南市文化局正式甲昆山科技大学签署产学合作，未来将利用华南影视基地，为台湾培育更较侪影视专业技术人才。我想，案内影视基地经过这些年来的苦心经营，得到中央文化部以及台南市文化局还有各界的支援协助。接下来我们在软体部分，我们就跟昆山科大视讯系来合作，也让视讯系的同学有实际操作，跟我们的剧组也跟我们的学校3方面一起合作。昆山科大表示，该系成立26年，教师以及校友所产出的影视作品，拢有非常好的成绩。期盼借着这次产官学合作，特定学市场所未来将开设相关课程，为台南的影视产业输送人才。那今天能够在南部成立这个基地，这么大的地方，我们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哈，这让我有更大的信心，能够说一起来推动。那我们一定会把南部的这个产业界呢给带起来，希望未来我们台南，包括明年的400年，会越做越好。文化局指出，华南影视基地是台湾上大的拍片地点，到达产出12出影视作品，其中1出更是由昆山科大视讯系老师所指导的戏剧正伫咧制作当中。相信透过合作，会当让学生了解到电影工业以及戏剧产业运作的机会。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。